大家好，我係住家大叔啊。今日我整嘅係五香茶葉蛋。雞蛋買返嚟用水洗一洗，然後用中細火煮佢10分鐘。我今日用咗10隻雞蛋。雞蛋熟咗之後，浸凍水大約2分鐘。雞蛋浸凍之後，就可以用一隻鐵湯羹敲碎雞蛋殼，然後用水沖走雞蛋殼嘅水。配料有八角、胡椒粒、花椒、香葉、小茴香同埋紅茶包。除咗紅茶包之外，其餘配料都用水洗一洗。用細火白鑊炒香五香配料，炒大約2分鐘就可以聞到香料散出嚟嘅香味㗎啦。呢個時候就加入1.5公升嘅水，冚蓋煲10分鐘，俾香料出味。加入鹽1茶匙，糖1湯匙。生抽2湯匙，呢個時候可以試一試味，味道要偏濃少少喎，好似平時食嘢嘅2倍咁樣啦，咁就差唔多噶啦。如果唔係，啲蛋就入唔到味噶啦。最後先至放入紅茶包，煮1分鐘。茶包要拎走，唔可以繼續浸。如果唔係，煲滷水就會又苦又澀㗎喇。再試一試味，味道 OK 嘅話，就可以放入雞蛋㗎喇。放入雞蛋之後，要煮返滾佢喎，然之後冚好蓋，攤凍，放喺雪櫃浸1日。雞蛋已經浸咗1日啦，煲返熱佢就食得啦。味道濃淡因人而異，調味料嘅份量建議逐少加入，按自己嘅喜好而增減㗎。